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我係苗一玲老師，唔知大家緊唔緊張你嘅 DSE 考試咧？可能有啲同學覺得唔緊張嘅喎，因為由細到大我都考唔少考試啦。DSE 對我一啲難度都冇，亦都有啲同學可能覺得DSE 係我人生一個好重要嘅歷程，我一定要認真準備。咁點樣認真準備呢？講件事俾大家聽啦。其實咧，我有一次考公開考試嘅時候咧，遲大到喎，我嗰時咧就即刻由的士一衝落去個考場裏邊，我跑得非常之快，但係咧個感受咧就係好緊張、好不安、好焦慮啊！成個人去到考場嘅時候，見到所有人嘅目光都望住我成塊面都紅晒。哇，好尷尬，真係好想運動卷。最麻煩嘅係，我嗰日抄極都抄唔到我嘅准考證，我嘅准考證留咗喺屋企啊！所以咧，我對大家最重要提醒，你記住，你考試之前嘅一日有兩樣嘢，前一晚一定要準備好。第一樣就係要你執清楚你所需要嘅文具，同埋你所需要嘅文件，准考證、身份證或者一啲個人文件，最好攞一個 file 咧裝好，然後咧放好喺你嘅書包裏邊。你所需要嘅文具咧，例如可能係計數機啦、間尺咧，亦都要檢查清楚。如果筆嘅話咧，最好咧就係帶多一支筆啦。第二樣嘢你要檢查嘅咧，就係檢查你個考試時間，記住要校好個鬧鐘，早少少起身，預早少少去到考場嗰度。所謂預早少少咧，唔係5分鐘。如果你要去一啲陌生嘅地方咧，最好咧就係15分鐘至20分鐘嘅時間啦。因為其實你都要適應一下嗰個地方嘅，咁等咧自己嘅心情咧都可以咧平緩落嚟。早上嘅時候又要食少少早餐，千祈唔好唔食嘢啊！因為你喺個考場好耐，你會好餓。同時咧，早餐咧係會俾啲能量，讓你咧個思維咧係更加清晰嘅。同學，希望咧你嘅 DSE 咧能夠成功，預祝大家咧可以達到你理想嘅成績，加油！